始吼。顶回读到一半啦吼，5月29读到一半，讲有一个官员以前是士兵的首领，伫迄一天5月25号被阮拍死，因此兵营里，特别是伫咧伊的部下遐，为伊咧举哀，徛吊松的旗帜吼，迄个旗帜阮看到伫咧飘扬。有一个较加阶层的官员被拍断一支手骨，迄天就因死亡甲受伤的情形伫咧军营里，无人敢提起，因此毋知影死伤的人数有偌济。拄则有人入来吼，毋过看了真侪人被即个根据即个车坎遐去逮吼。迄天，伫咧即个市镇里的敌军当日就被解除任务，调去赤坎，分散伫咧迄寡处理。本国的24号用来射击阮的迄26门大炮，其中2门是重炮。大部分是囥伫市镇东边的岸边，迄个赤坎渡头附近，应该真紧就像以前安尼会当使用模仿的人钉入去的迄寡插起啦吼，已经对迄个空钻出来吼。现在当你修复迄寡歹去的레나甲炮架，上水迄寡大炮，像国四爷伫咧本国的25号清楚讲过的安尼，主要是要用来吓惊阮吼，希望借此互阮献即个城堡互伊，但是感谢上帝，阮无被惊着吼，等到心中充满勇气。地方官现在伫遐，伊毋知影讲，伊毋知，但是数日前看到伊伫咧油条。阮荷兰人有几个伫咧 provincia， 但是士兵无伫遐，因被分散到村城里各处的农地上。最后，伊讲，国姓爷进来处地以前无偌久，塔坦人捌用旁船去攻击下门，但是无成功等等。以上伊所讲的话，拢无用刑吼，无威胁。你是保证讲会互伊无偌久就会当离开之下所讲的。阮的贵族秀吼，就是负责抬头的吼，叫做 Frederick Johnson， 去迄个碉堡南边的山岭散步的时阵，看见一个敌人的公司啊，就追入过去要甲伊掠，但是当伊一个山谷走落去的时阵，看到另外一个人，就伫咧伊的骹前。伊想讲，迄个人一定嘛是一个新仔人，随甲刀对刀龙飞出来，要甲拄着迄个人的头壳，要甲夺来。但是呢，当伊迄个人扑去的时阵，到半途，伊才看到讲迄个人是荷兰人，因此就甲伊活了转来即个城堡，交互长官阁下。可见的牧师 Cliff 因为感觉无爽快，已经倒入眠床2-3天，无法度照常带领安歇伊个聚会。因此，长官阁下命令即个教会圣经读经者爱先伫咧教堂讲道。今仔日上午，就安尼由该读经者来讲道咯。第8条注脚看咩啊？我是通念的。现在透西北风前往继续，就是透西北风，就是出去者吼，风继续咧吹。阮迄寡船只就趁着风来用篷，要护送因的汉号来入港。中昼有6个阮的骑兵，伊阁骑马去敌人的军营附近勇敢来挑战。
敌方20个骑马的人和真侪步兵，所以就急敌因冲过来。其词啊，这个词你有看吗？读对读唔对？词是读敌对吼，跑走就是敌吼，赶紧的意思吼，跑走。看这个对大理大书店念对无？敢若讲是离线，毋捌看这个线。讲敌方20个骑马的人甲真侪步兵急敌因冲过来，吴方迄个人看到这个情形，吴方个6个人，就调转马头4脚分敌，沿着海边渡回这个城堡。吴方迄个人有一个伫这个分敌当中吼，伫马咧跑走当中，因为伊的马4脚跋倒，伊对这个马顶头跳落来。虽然有一个敌方的步兵手拿大刀对在伊后面吼，所以对马跳落来，走倒来这个城堡，保掉伊的命。迄时碉堡指挥官 James Hamilton 开始用大炮往迄寡追赶阮的迄寡骑兵的敌人射击，因此阮迄寡骑兵无为我方取得任何好处，都退转来了。被围杀的迄只马，这个城堡行转来时阵，被一粒阮敌人所发射的炮弹去射入伊头壳啊！吼，当场就倒来死去啊！吼，迄时阮迄寡船只尽可能来这个港岛航来，瓜罗兰的河呢和德vin克河因为河边水浅，地高必须要停落来。迄只伊曼霍尔河也是继续咧前进，要对南港岛来入港，甲迄100箱糖甲13桶的荷药，甲伊炸入来。即寡荷药甲糖取对拢共款真需要，但是即只船呢被淹起来的水流啊即个港岛南边杀去，伫遐来看线。虽然真骨力人真努力来拼出一寡杂碎吼，但是咧无法度互船浮起来。有2只较早伫个港岛附近继续咧巡航的敌人的篷船，看到即个情形，就真大胆来伊们汉河航来，向我军的即个德万克河甲较远的即个 Gravelland 河，就甲定拍落水底。以便因会当发炮防御敌人的攻击，准心以便讲因伫发炮攻击，防御敌人的攻击的时阵，准心会当在吼。这2只篷船虽然真想要去迄只伊曼霍尔河遐，但是毋敢去，因为我方对这个城堡以及对迄2只船因来持续咧炮击。但是其中一只篷船顶的大胆的一个人吼，则因即只舢板伊曼霍尔河来过去。那像讲因是用即只舢板船就会当去夺取迄只船相款吼，即寡大胆的人吼，即寡大胆的卡小，伊些家伙啦吼，毋知要麻烦吼。大胆的卡小去到遐附近的时阵呢，被伊曼霍尔河发射的一粒炮弹拍着，因就随射源头，毋知无搁再单独去遐咯。迄时看线伊曼霍尔河甲会当偏掉物件咯，全部拢偏出船外，看讲用即个方法是毋是会当互船浮起来，但是拢无路用，所以就甲2重炮尽力来搬到西边的海岸。同时呢，阮也派出100个士兵去协助伊曼霍尔河来对抗敌人。约到12点的时阵，阮看到12只到14只舢板船。武装的其他士兵开甲低吼，
对油条阮迄只伊曼霍尔河来驶去。伊曼霍尔河看到无机会通保掉即只船也袂当对抗，所以决定要放杀该船，甲所有当引导的物件，像点仔胶、荷药、烧酒、油等等诸类处理的物件，拢拼伫甲帮顶。伫敌人的船已经瓦群判断因家己也维护道线的时阵，因就放好烧迄只船。因32个人去坐因的小船，甲一只三板船。迄个领港员也伫咧三板船顶，但是即只三板船无含迄只小船同时离开伊曼霍尔河。因为迄个临时的大副看到迄河势像无倒起来，虽然敌人伫咧另外一边已经要上船嘛伊就搁对迄个三板船去到迄只船顶发射2发炮弹，并且第二遍去试过去点好，然后再转来三板船，迄只伊曼霍尔河就开始湍起火焰做啊爆炸3遍，因此呢，伫咧附近的敌人就毋敢去近我，只好放弃因所愿望会当摕到物件离开遐，即只三板船就对遐陆地过过来，但是离开迄只伊曼霍尔河以后无偌久，看起来就要被迄2只大篷船当中的一只抢去咯。就是讲对只船要用手去看无，但是因运气好，因为迄只篷船注意到讲遐个水浅袂当飞过来所以就停落来。因射真侪箭，射伤因2个人，其中一个偌久死去。迄时伊曼霍尔河如上所述，就大火爆炸咯。第二个篷船就离开遐。因为45只篷船就阮迄2只船航去，伫遐直前到 TO 才航回去龙椅门。经过阮对假所当看到，即场战斗双方拢无严重的损失。毋过阮真清楚看到敌人企图要甲德文克号甲 Gravelland 号甲因隔开，但是即只船真聪明灵活真聪明啊灵活，每一次看起来都要被迄个篷船包围掠去的时阵，就搁脱逃咯。伫即个战斗当中，德文克号装有13门大炮，格威兰德号装有20门大炮。约落伫半暝，敌人来甲起伫咧伊边仔的阮的石河油放好烧掉看起来因嘛伫咧上头前的堡栏遐咧活动，阮用步枪遐发射了数发的枪支。好，5月29号结束。好，大家来大家搞赞我看今仔日股市无开，是今仔日台湾有困是清明了又清明了。今仔日4月2号呢，今日又清明讲到4月2号 ，OK。5月30。拜一早起好天，微风对东风吹来，阮看见阮的船只，伫咧沙南远离岸约落2海里的所在，有30只敌人的篷船伫咧北港岛附近，有一只敌人的三板船去观察，迄只还阁伫咧庆宴的伊曼霍尔河残骸。昨昏所了来迄个荷兰人，今日上午伫咧严厉的威胁之下被击损。因名叫做 Louis 来自 Middleburg， 27号被派伫小快艇玛利亚号顶，4月19号来
起山，迄天以后，伊的小船无搁再来靠岸，伊就灭掉的，无搁去船顶。对于迄当阵以后，伊头一暝伫荷兰迪亚领堡下面的炮台咧过暝，第二天伫即个城堡下面的马条过暝，第三天伫南投园，然后去羊条。4月19到当的5月30日已经超过1个月呢。好，然后去羊条伫咧草莽中过暝，然后对遐去洽看老爹公司的马条，然后又过来老爹上水的羊条这边。其他军队来福尔摩沙迄一天4月30号，伊看见代理地方官 Christine Hansworth 经过南投园，对顶面所讲迄天开始，就拢无物件，无食物件，只敢啉一寡伫咧夜间所找到的水。哇，这个真可怜。我咧看对这个第一个注脚是咧写啥讲？对4月30号到5月30号，咱袂食物件，也是这场战争中逃难的一个写照。我可能一个可能无食物件啦。有一个派伫即个城堡的炮手讲，伊认捌即个人。阮去问伊讲，即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伊讲，伊咧船顶就敢若一般普通人而已，做无啥物代志。有两个含伊同齐来的士兵证实即个讲法，因此伊咧船顶的任务就是管理船顶的精神我的精神。然后阮甲查某所了来迄个新娘再度摕出来，甲摕出来。事先阮先甲即个刑区摆好因为互伊看到即寡刑区来惊会互伊较毋敢讲白贼来欺骗。伊名叫做四哥36号，原本是迄个市镇的一个制作钱包的人当罗姆的人离开台湾的时阵，伊也都离开遐。现在是为着伊的家岛而来本来是要较早来摕伊的家岛，但是因为迄个市区里真侪新仔士兵，互伊被阻碍袂当去。现在人少，所以人少因的首领名，因的首领名叫做马爷后壁括号写讲就是马信名叫做马信，姓马名信还是马爷马信。有一个士兵的首领伫本国25号双方炮战当中被拍死，也有一个官员叫做林刀被拍断手骨，而且进前29号头就是昨读一本篇，讲有即个用手骨用炮弹拍断。下个注脚讲林刀应该是指林福，有因记载讲。罗鲁丁林福被红衣枪伤，枪伤呀，他枪还是枪？查者，这个Apple 电脑那个 copy paste。真慢。好，两个音枪甲枪枪伤、枪伤枪小枪、大枪、小枪分四枪。枪是高阶的器具，宝头枪大小枪古早枪甲即个现代枪。即嘛讲的枪甲古早讲咧高阶的器具，宝头枪应该是宝头枪啦，无共物件。宝头枪，来，我查一下宝头枪是做啥物款？即个汉字枪包迄个枪，但是下底是金字啊，毋是心字
即我台语华语文无读。波头轻是波头刃部诶背面就是刀背嘛但是这我拢无晓讲等下查一下。通常是四角形的背面用波头轻甲长手的锁头讲歹，这个句才通甲内底物件摕出来。以上是教育部书典波头轻，所以这个波头轻看起来是敢若是台语会用的这个字尔华语根本无Facebook 有一篇叫做做伙破头讲台语，挡无一个波头轻。挡无一个波头轻，轻是刀背啦无法度抵挡被波头刀背甲卡一下比如就是不堪一击挡无一个波头轻。好，刀背台语是安怎讲？找到了。是刀轻所以读到这个轻的刀轻就是刀背的意思刀轻的波头轻轻，汉语就是我拄仔讲的恐怖的恐字OK， 所以台语这字原来是安尼讲刀背就是讲刀轻我毋捌安尼讲过当然这是可能就是我生活中用袂着嘛阮爸是总炮手，我就是可能会用着啦刀轻拄仔有想讲要搁出查倒一字煞袂记刀轻波头轻教育部这个刃部的背面教育部斧头刃部的背面写到我就是斧头的刀背嘛用斧头无叫做刀背啦所以波头轻刀轻波头轻刃部呢刃是要安怎读刃读做刃甘字练修刃这个音，刃是好钢的刀，内刀叫做刃三台的刀叫做刃来你大书店的大书店无收这个字波头轻轻伤第三个拄仔头家讲即个官员用刀被拍断手骨受轻伤但是毋知影伊是毋是死去毋过相信是死去因为军营按照时仔的风俗，有伊挂去哀悼的旗帜我记得这哀这刀是读做刀啦我记得才早过尔谁阁袂记咧读做刀台语图书店有收这个无好若是重要人物个性挂号上，若是重要人物个性，就为伊挂去哀悼的旗帜。听讲有一寡因的士兵伫咧一天战死，
25门大炮还佫放伫市镇呢，以后还佫会继续对车扛载过来，被顶条的大炮已经甲插起来吼，甲伊撞出来吼。偌久又佫会当像以前安尼来用的射击棍咯。伫咧努力射击的迄一天，有数只旁船队先载荷叶来到遮。现在伊讲，伫咧国姓爷出发要来遮的迄一天，第一次听到塔坛人来厦门赴军。目前甲国姓爷做伙的迄寡官吏的名，伊嘛毋知，伊拢毋知吼。但是有听过称呼叫做五爷吼，会对后面挂号写讲五爷是就是啊，伊有听过称呼叫做高家班狗，但是后面挂号写五爷五河吼，姓吴名河啊吼，因河立河。啊，马姓和萧爷就是萧公行吼，听到有即寡叫即寡名官吏啦吼。讲米伫咧军营里真充足吼，真充足的米，并且一袋是卖50杜比基斯，就是5毫吨吼。萧公行五河马姓吼，我会知影萧公行。有萧公行哦，伊去别科有新吼。萧公行，台湾第四王朝初期人物，延平王郑成功部将。郑成功过身了后，拥立郑成功五弟郑室，但是遭世主郑经拍败处死。看伊的生平吼。还未到郑成功来台湾进前，原本是郑国公郑凤圭的女将，官至总编。永历5年正月，郑成功加入支持永历帝吼，因就开始受到郑家军的重用。带领左强定啦吼。1661年3月，伊到郑家军进攻河水台湾。同年6月，伊驻兵伫凤山。凤山就是啥物？今仔日的左营。我即满才知影，原来即卖凤山毋是较早的凤山。1602年2月，军役投降郑成功了后，到郑成功开发磨刀，目加入完成4个番射。1602年6月，郑成功过身吼。2月归投降，4个月后，郑成功就死了吼。萧公行连读公行我毋读对毋对，我迄直想讲读吼。萧公成啦吼，姜字。会当读姜，会当读勇，勇手就是强手的意思吼。啊，神呢是七神的神，但是有一个坎卦吼，顶头坎卦。他说神吼，是指触体吼，皇帝的房间吼，木房吼，叫做神。所以这个神和七神无关的吼，是房间的意思吼。萧公行看一半。郑成功过身了后，萧公行连同真侪将领共同拥立郑成功五弟郑室做护理，并且准备伫经4月之前，这个4不要太过，就是要接位的这个前端了吼，冤家啦。
做词吼，合词吼，合词、出词、团词、绝词、无词吼。但是伫即只是词，读做词吼，词是线接三小线接着学习吼字词吼。啊嘛，合词嘛当读做词啦吼，团词、合词嘛是当读做词，吼，词甲词吼。所以即个。特别讲吼，准备地经吼，数位之间，今年11月王世祖地经自厦门坐舰南转来台湾，和吴郊萧江新丁人伫内江洲仔尾对战，叫地经的将领周全兵拍败，萧江新被擒斩首。家己拢见来见去吼，啊，了就刣啊吼。好，继续，来看吼。毋知即满拢讲的是迄个去用话里啊人所讲的问伊的话啦吼。伊毋知影讲国师爷无伫油条的时阵是由啥物人咧指挥吼。其他的两位拢含伊第一次所讲的一致，所以就甲伊带走，以便下晡搁再来质问。上午对洽谈再真侪宝物来到即个市场呢，伫个市场里也无用得劳动。伫个上午即个空档，空档是安怎法？就是空档，真正袂晓分。是无看，讲be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too hurry to do something, no time to。伊是对应中文讲来不及，没空档哦，可是无看，空档是啥子？空洞，毋是空洞，因为伊叫即个年空洞。台湾山顶书店空洞，浪冈吼，浪冈，浪芳，好，浪冈吼。伫上午的浪芳吼，浪芳吼，又搁召开议会，会中认为讲上述迄个新仔人伫咧真侪代志顶头显然咧讲白贼，对一寡代志先是讲毋知影，后来承认知影，因此还阁有真侪伊讲毋知的代志，真有可能伊一定知，因为伊伫咧电影手下遮尔久，而且是对迄个市场吼来的。上主要包围地区遐来，因此呢，决定要用比现在更较痛苦的方式，互伊讲出迄寡代志。所以就甲伊拔掉了后，也无甲吊起来，伊就对阮的问话回答如下。我今日总算要找到即个，这讲后背我今日画即个后藤人去画糖画啊，效果诚好。好，来，咱看下问话讲安尼。讲除了大公甲其他人
外，有10000人到国姓爷来遮。10000人啊吼！其中有500个小兵，其他9500人是士兵。因伫处队的期间，有数百个士兵受伤，但有偌侪人被杀是伊毋知。伊看到估计有40-50门大炮，被顶条的大炮有半数已经摕出去寡顶啊！即寡大炮甲其他的大炮拢还佫囥伫项王赤坎大头附近。即寡大炮将无佫像以前安尼吼。踩伫咧广场上，而是将会踩伫迄寡街路面的岛篮之间。粮食军营里目前无欠缺，但是若卫生长期接援前落去，就会欠粮食咯。不过，若对储备摕袂到够了粮食，因会对先仔再来供应。国姓爷的好友有偌侪，伊毋知。伊的领队是交予一个名叫做是会写王的官吏去掌管吼。伊讲国姓爷好友偌侪，伊毋知啦。但是伊的领队是交予一个叫做王的官吏去掌管吼。官吏啦吼，官吏。即个我查个100遍了，那个我把官吏的吏吼，吏甲吏拢会使啦。吏是吏卒吼，昌优就是娼妓啦吼，娼妓啦吼，衙役的囝袂使伫禁名，这什么？这句什么是看无吼？好，官府衙役掌管医师吏役吼。军队中将会有几只旁船对先仔载着富人人来遮。国姓爷是受到迄个可恶的河滨的抗议，才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来台湾的荷兰人是其实嘛是有人较多啦吼。因为袂记迄人叫啥？之前讲来算河滨啦，大清来算迄个西龙啦。从那个嘛是一个岛，毋是汉人，我袂记伊个。迄当是一个海乡啦。好，咱继续看下吼。国姓爷要处理这个城堡，伊想到代志，伊互迄寡民籍的军人就必须来去执行。但是伊想到啥会对的军人都爱去执行哦，不管是会当可行不可行啊，不管是做会到吼，一定要去做吼。国姓爷真想要含阮和谈，迄个电官含国姓爷4个咧行动，伫赤坎的荷兰人被对待了真好，也毋准其他人去因遐。阮伫咧普遍社士兵大部分拢伫公司的定义内底咧活动，住伫咧迄个普遍社市区呢。阮的农夫会使伫咧因的土地上种植，但是藤甲树被封存，规日国姓爷所有。其他人袂使随时随意逃走。以后结婚的人大概会当选择要离开，或者是要留落来。但是独身的人，大概拢会被允准离开。所讲的即寡话，大部分是听讲的。真实性如何，伊家己毋知。最后我问伊讲，
除了上述即寡代志以外，也有其他敢有其他关系着国师爷的状况甲形势，当甲阮讲，互阮会当得到好处的。阮用伊承诺，如果阮感觉伊诚实回答，阮将会善待伊。伊回答讲，除了伊已经答复的迄寡代志以外，别无所知咯。只敢若讲，逐个认为国师爷毋敢对即个社保发动攻击，只敢若想要互阮枵无导航。逐个安尼想嘛吼，伊咧希望国师爷会想尽办法，互阮枵无来导航，因为伊的士兵非常惊阮的大炮。一般人拢甘愿国师，拢希望国师爷无来吼，因为要伊缴纳真侪税吼，真着活吼。Van Weveren 国下汉队长 Juan Van Aldorp 伫即顺上述迄个新仔人了后，去视察有特个市调堡，出去半点钟了后，就搁转来即个城堡呢。看到即边一切状况良好，毋是看到迄边一切状况良好。暗时啊，敌人开始伫咧市镇里做工，一直做到做规暗吼。5月31号拜二。早起好天，透西南微风。另外，阮的骑兵徛马去拿头园，发现遐完全无新仔人。看见阮的船，还阁伫咧西边会远的所在。今仔日开始甲Van Weveren国下伫咧顶站城堡的徛架的遐厝顶的遐，甲徛落来。即间应该是进前去互拍到迄间啦吼。下晡约咧2点半，有一群竹仔伫咧迄顶面有12个到13个新仔人吼。对迄个税务所的后面被海流飘来即个城堡的边啊，看起来迄群竹仔是要送去迄个税务所来扣换。迄个竹捆顶头竹音啊吼，顶头的新仔人真拼命咧告吼，告即个用即个竹音来咧做迄竹牌啊，来做迄个三板安尼吼，想要摆脱遭到危险，但是道路无效，因为因已经被强大的海流杀咧前进。迄时，阮对此地因发射2-3发炮弹，看到有几个新仔人因为安尼来倒落去，并且对迄个竹音跳入去水里。迄时，阮准备好一只3板来过迄边迄寡剩落来的人，迄寡人看到无法度抵抗，因就自动投降。因总共有6个人被带来长官面头前，一个被质问。第一个人名叫做苏，伊讲伊本来是伫咧港工的农夫，4-5工前被国师爷所逼，对赤坎送一寡竹仔来即个市镇。因有10个人伫咧迄个竹音顶头吼，迄群竹仔顶头，其中一个被射击死亡。国师爷住伫倒位？李某是冠华社讲李武定林福，手骨被拍断，还佫有几个比较较低阶的军官被射击死亡。后边是即个战争的原因，军营欠粮，因此的士兵想要逃亡。本月25号，100人死亡，40-50个受伤。国师爷的某大某说伊啦吼，即将要前来。迄8个新仔人是因为伫咧国师爷前来此地以前，试图要逃往塔坦人迄边，而伫咧普罗宾社被处死，就是进行讲有8个人被抬头啦吼。即个人证实讲塔坦来到西奈可能来到塔坦来到西奈可能是国师爷离开的原因。此外，对阮的问话回答讲，
阮伫普罗米夏士兵被派去江公，江公是地名吼，拄则有江公，毋知啥物所在吼。有数只叛船被派去西那，要搁载去，要搁去载15个军团的士兵来处队。查甫有一个名叫做李瓜的官员，李瓜吼，李瓜的官员对下两来到遮，插来消息讲，其他叛船倒后真紧就会来。扫牙，就是英文读做牙啦吼。我讲个拼音是写扫牙。做牙伫咧下门，伊对国姓爷即个着伊的前来处队屡次劝阻，并且试咧要用钱来劝阻，就是劝伊莫来啦吼。国姓爷的军力有13个军团的士兵甲52大炮，下面同齐过来的官员有林武定，有即个任卫，我老想是林武定、空邦安，英文差遮侪吼。马爷就是马信吼，吴爷就是吴和，周传斌甲周世彦哥。等下吼，即个人先来查者，拄则已经看一个即个小江信嘛吼，看下空邦安。空邦安无意机，但是即个 Google AI 称讲空邦安，通常是指面目清楚，典型讲麾下，即个麾，咱就知吼。控清正命，空邦安吼，不担任弯造鉴定、任务等等的职务。伊捌参与电成功的长江职业，负责备守海定港口、海枪一带，处理也建伫个相关的民地时期塑料技术中。好，空邦安吼。即个麾下，即个麾吼，咱看下读。麾或者是尾吼，麾就是旗吼，这个是旗帜，旗帜的帜是旗帜。我看啥呢？旗帜。啦吼，字甲词啊，所以我拢读字吼。麾下麾下吼，尾下吼，麾尾吼，麾是旗帜，旗得一旗正飘飘啦吼，旗得一吼，手得一吼，拢叫做麾，赶紧快吼，叫做麾。旗得一，手得一，吼，嘛是读做尾吼，尾数拢相像吼。旗得一，我读做尾下，或者是尾下吼。空邦安，第二个马爷名就是马信吼，来过来另捌一下马信，错误遮侪遍啊吼。无讲认捌即个，时间阁剩5分钟。好来，马信遗迹百科，但是呢，伫即只遗迹百科用大罗拼甲写马信吼，阮咧甲马拢会使啦。读
马应该是一般人会安尼读啦吼，因为迄个是读册音啦吼。马姓二叫做朱玉，陕西安人吼，陕西安人哈，即个读法无啊吼。还是陕西，这陕西这山我查者吼。协会，这个不是陕西这个山啦。协会，协西，协西，基成功的亲信大将，封建为别吼。第一荷兰史料被称作马本都。法语马本都吼，马姓原本是满清大州副将，永历9年12月，带领所属军队前来归附郑成功。郑成功授予伊中冠军的军职，并且提有这个头颅吼，还是鹿征虏吼，俘虏的那种吼。将军营吼，征虏将军营啦，早节目我给他。鹿，读做鹿吼，青琴活哩啦吼，因为较早读个青琴活哩就是鹿。猎人吼，回鹿就是俘虏。马姓家哈，征虏将军营，并且又提有征虏将军营，佮晋封建为别。永历13年，1659年，军岛郑成功北伐，金陵战败战无果。下面这是朱顺水所写的《朱顺水集》内底所写的这个记载，因拍败这场的叫做人个。郑成功退还苏联，就是即马厦门了后，就是厦门甲改名迄个苏名哦，对名有改过。马姓奉命负责北洋的军务，就是苏联以北的军务。永历15年，郑成功有意东征台湾做基地吼，做基地。马姓甲杨条当伫诸将反对的情况之下，赞成这个想法，因此马姓伫攻占台湾的战役里被拔擢为先锋。这我查一下吼，拔擢。他做拔擢就是升起、带头、引出来吼，引出抽规吼，抽规就是拢叫做擢吼，所以规擢吼，抽擢我讲的吼，拣选吼，读起吼，擢。等于个马姓家吼，所以呢，马姓伫攻占台湾的战役里被作为先锋。敌军围攻越南亚城时，都以马姓率领提督清军，这个骁骑来为骁骑的骁勇善战，这个骁哩吼，我不要读我看嘛。他说骁吼，河内性德纯叫做骁吼，河内啦吼，勇健紧，熬足米是啥意思？后边汉语叫熬射吼，熬下棋吼，骁勇骁黑角，骁黑角什么意思？毋知吼，骁吼骄，
河内县地是拢鬼水龙学乡的吼，会当读做晓，会当读做娇。好，等来马神遮吼，讲独独以马神所说明啊，提督清军吼，骁骑来围城吼，基如注定该混沌，困难北避路吼，就是马本独负责咧围城咯，其他人派出去南北二路去遐驻兵吼。马本独之名因此流传伫荷兰军方。荷兰行定了后，郑成功伫安平镇开国建都啦吼，实行严刑峻法，马神不进谏言安讲谏。50几年才咧学咱字啦吼，无意无事吼。谏读做干吼，中间隔断吼，干净吼，分别吼，干净就是见证吼。好，倒来马神吼，马神捌政干，立国之初。义用宽典吼，意思讲你毋通一开始才粗残啦吼，你应该足粗残的，这有机会再来读吼。郑成功死偌久了后，马神悲伤两边过身，所以将书延平郡王书当我读，就是这个郑成功咧当兵啊，当兵就是大兵，知无？古早厝里嘛，或者是你即个看庙吼，你面对庙你会正手，或者是讲你若徛咧门口顶，庙门口看对门口顶出去安看，倒手边叫做大兵，吼，一般是坐北五南嘛吼，所以你五南你倒手边就是当兵吼。即个大兵正手兵即就是小较细兵啥物意思？比如讲你今仔日你即个大囝就带伫当兵，所以为什么叫做当中太子、东宫太子就是当兵就是大兵嘛吼，所以叫大兵吼。所以即个马神为什么会当踩伫即个当伊小姐东吴即个吴袂晓读吼，应该是当兵即个。大兵车啦吼，就是你伫成功庙你看当兵这边吼，就会踩即个马神吼。而且东吴吼，我马神读有啊，法语啊学袂读啊。我看者即个台语我咧读吼，就是吴有吴即个吴，看是伫即个看一个卦，即个包，毋是包即个庙迄个卦吼。即个读做母，或者是母东吴吼，鬼水龙一模一样吼。大厝的亲子啊，水板啊，玲珑吼，两人吼玲珑。草木的冲星吼，暗吼，就是草木冲星嘛吼。暗做吼，风草木做就是风火嘛吼。东吴吼，但是这个东吴是写什么意思？玲珑，毋知哦。对我妈神家哈，我这时间讲超过超过5分钟啊。马神来上尾一段来看，就讲1964年台南市市立初级女子中学打台南市市立中山国民中学人群舞会庙伫进行运动兵抗建工程的时阵，发现真侪这个黄金甕啊，骨灰坛吼。台语讲啊，就无听黄金甕，金就是迄个西洋骨头叫金啦吼，黄金甕啊吼。根据统计，
总共发现约1067骨1067具骨骸吼，1067个人吼，摕做运动评价吼，去学着这个黄金仔啊，其中有马信以及地理将军谢英雄以及日本军人救援小组大佐的位骨，为虾米内底有日本军人？由当时校长张治良大卫庆良庙供奉，就是服杀起一间庙来服杀这1067具的这骨骸吼，如今迁葬到庆良庙后面的墓厅。我来查一下庆良庙伫遮，细细见尔吼。我咧查下伫什么所在啦吼。庆良庙，台南庆良庙境嘛是伫个即个，这真诶什么学校呢？无票，应该伫拄则讲迄间中什么国。那无票这间学校是当什么学校？这只足奇怪，这只是台南市后甲公园这边看起来无介闹热的所在，停车场几片空空。这音乐讲大家较无啥爱去吼。中山国民中学啦吼。马信小概看了吼，无何周转变这以后再来看啦吼。啊，这个人避刑，毋是避刑吼，避了着这个人，伊搁讲出足侪话吼，会对会讲啦吼。但是这后一回再来读啊吼，咱今日读到遮吼。看下时间超过9分钟，歹势我最近电时间控制到无介拄好。好，感谢欢迎听众兄3年那个久等吼。我讲的对是有笔记吼，笔记。签名4连休吼，休4天吼，所以对拜六、拜五休4天就对了吼。好，签是刀背吼。道歉吼，道歉，林好平对嘿。2019年教育部逼降汉字天下有可道歉吼，我就扣分去吼，我袂晓吼，今仔才学着吼。好明仔载我才拜个吼，其实我明仔嘛休困吼，我明仔载我嘛是 long weekend， 我是即个我早讲有一礼拜是 long weekend， 我嘛是做有在，因为是阮遮是迄个 Good Friday 吼，这毋是 national holiday， 毋是国家节日吼，这是阮公司办的吼，所以伫咧美国交的时阵吼，公司你当家己决定讲我一年要休几工这要休当时安尼吼。好，所以阮有休这个 Good Friday，Good Friday 以后再讲啦吼 ，Good Friday 就是耶稣搁偌做了后，什么 Good Friday 啦吼 ，OK。因为迄字我袂晓咯，所以你考试后你要扣分就对了吼，道歉吼，好。
明仔载我意思，明仔载我嘛想要来读啦吼，但是毋知够有时间通来听无，即我都毋知吼。我会开班吼，啊无人我嘛是家己一个念的啦吼。但是无保证哦，其实我即几工哦，可能我嘛休假，我讲我也无闲，我来出去佚佗啥，无歹讲啦吼。有闲我就开，啊各位无经过看到就欢迎入来吼，啊若无就不要紧啦吼，我家己念的吼。当然无听众是较念得较深较难吼。好，安尼咱到遮吼。明仔再见面吼，明仔再会，安尼规班感谢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客观的原理经常提到一个观点，